今日农历6月24日，关圣帝君的生日，苗栗市呢圣帝庙办大鸡比赛，有10只鸡参加比赛，都上当的会当摕到奖金6000块。因为因为捌发生过这个主人伫比赛中呢偷食步，为了增加重量。 灌盐，所以讲为了公平起见，庙方人员会用这个金属的探测器检测讲，这个参加比赛的鸡敢有这个盐。结果其中有一只鸡有声，本来被禁止比赛，因过呢，这个大鸡要去祭拜，嘛要经过崩过，所以讲庙方最后伊愿和这个主人参加比赛，因过测出来是上轻的，这个主人强调讲伊无偷食步。 庙方人员摕金属探测器检测脑内底这只鸡仔，伫咧伊的阿妈棍和巴肚的所在来回检测，确诊这只鸡。探测器所发出哔哔叫声音。 今仔日是关圣帝君的生日，苗栗西山圣帝庙照传统风俗举办大只鸡比赛。这一遍有10只鸡来参赛，要比的就是鸡仔的重量。第一名6千，第2名5千，第3名4千。通常比赛鸡当天地摕来祭拜神明。过去就有主人甲大只鸡灌盐增加重量。伫咧比赛内底变鬼变怪，庙方人员才学巧用金属探测器要来检查，想到这。 只乌色鸡仔，不管庙方人员安怎测，金属探测器都是叫出声音，互主人偷看摸咧烧。伊强调，这只鸡仔是前一天才打买，无可能有动过骹手。我们一起买3个嘛，不可能说灌什么没哈。对，可能吃到10多个铁钉。 若是金属探测器出现声音，照规定来讲，鸡就袂当参加比赛。要摕鸡仔去祭拜，就一定爱称过重量。庙方人员讲，既然来就来呀，嘛想主人参加比赛，结果量出来这只鸡是比赛内底上轻的，甚至吊车尾输甲惨。庙方人员嘛讲，这一场比赛明年可能袂阁办啦。没有达到数量，去年还9个嘞。今年我们开会哈，没有达到13位，就停止了。 随生活形态变化，加上天气哪来哪热，饲鸡的民众变少。庙方讲，若是明年报名的人无多，对暂时停办比赛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